今日我約咗旺角小龍女龍婷小姐喺越秀賓館希爾頓格瑞晶選酒店見面。佢係央視2019年星光大道總冠軍，同埋 TVB 第一屆中年好聲音第4名及觀眾最愛好聲音得獎者。Celia 都迫不及待想同佢傾下偈啊！私火局，坐埋位，食好嘢，傾下偈。好開心今日邀請到旺角小龍女歌手龍婷小姐。我聽到你最近有2首新歌要派台喎。係啊，2隻歌咧都係有台灣嘅製作人小松老師寫嘅詞同埋曲。咁我對佢嘅了解係，即係從細就聽佢歌長大啊，心太軟啊，親密愛人都係。佢啲歌咧好簡單，嗰啲感情咧好真摯。咁當我知道我可以有機會由佢寫一隻歌俾我嘅時候，我好興奮啊！好開心，因為我未諗過，哇！大師級可以，我有機會唱佢幫我寫嘅歌。你是我最想要愛的人，係講緊釋懷，即係你中意一個人，未必可以同佢一齊，但係你希望祝福佢可以開心快樂。酒香就係講緊 TV 一個旅遊節目叫做《養生之旅》，我哋去咗武漢嗰度嘅人物。景色係啦，大家都話你咧長得好似王菲啦，咁聲音又有啲似鄧麗君啦。咁其實你面對呢一啲咁嘅講法咧，會唔會有啲感覺係活喺人哋嘅影子之下？咁你係點睇嘅？起碼有得換我覺得幾好啊！嗱，首先佢2個係冇得超越噶嘛。我覺得女歌手當中係最多人中意佢2個唔同時間。咁我可以有個影子，我覺得都幾好啊。你叫我100%同你一樣，我又做唔到，因為我唔係佢。但係我學咗好多佢哋嘅咬字，同埋佢哋對呢一隻歌嘅表達方法，我覺得好有用，同埋聲係有啲似嘅。咁你似。咁你叫聲線係天生㗎嘛？係啊，呢樣嘢咁咪老天爺俾咗把咁嘅聲，靚聲。佢哋啲歌又咁好聽，多啲唱。喺呢個大環境之下啦，即係好多人都覺得而家大環境唔好啦，咁都好焦慮，可能30零歲已經覺得自己走緊下坡啦。但係龍婷小姐咧，我哋因為係差唔多接近40歲，而家先係起飛期啦。咁你覺得40幾？唔介意嘅，接近40嗰時開始上升。係啱講啦。咁你有冇啲咩心得分享俾而家焦慮中嘅年輕人咁樣咧？講緊焦慮。我都成日焦慮，大家都有焦慮啊。係就嚟40歲嗰陣時，係叫做上升咗少少。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上升嘅機會就叫做喺旺角唱歌啦。我如果冇36歲之前嗰啲每一日做嘅嘢，我係冇可能喺呢度上升嘅。同埋我上升咗少少之後咧，我都要不斷咁去學習，不斷咁去填滿我自己，我先至再有機會去上升。係啊。所以唔使焦慮，咁所以就係不停做自己能夠做嘅事，同年紀關係唔大嘅。你做呢行做咗幾耐？哇，我做咗10幾年啦。所以話你都唔會覺得我依家有啲咩幾焦慮？你唔會噶嘛？其實我會焦慮㗎，因為我嘅上升期可能係喺我20幾歲、30零歲嘅時候咯。但係我依家都差唔多40㗎啦。咁我覺得依家因為自媒體呢一個行業咧係好多人做，同埋平台喺度不斷變。咁其實就同我哋以前啱啱出嚟做嗰樣嘢有少少唔一樣，有時會覺得感覺自己係喺度走緊下坡嘅，所以我就向你取一下經。其實我啱啱做完一個演唱會，喺香港18、19、28月啊。我喺做呢個演唱會之前，我都會諗我俾啲乜嘢觀眾。我喺香港做過6次嘅個人嘅演唱會，從
好細嘅場地開始，跟住咧再大啲，跟住做2場，今次做到3場。其實我每一次都想俾一啲唔同嘅嘢俾觀眾，例如第一次可能跳舞啦，第2次可能我唱咗啲快歌，我打咗啲比方啊，第3次我哋揾咗交響樂合作，即係人多勢眾嗰種，明白。跟住第4次可能會唱多啲懷舊啊，或者好多風格嘅歌喺歌曲上邊。咁呢個第6次，其實我都唔知要點樣俾咩新嘢佢哋。後尾我諗，平時都睇開好多大製作，或者有啲乜嘢都見過，不如我哋就反璞歸真，我就係喺你身邊唱歌俾你聽。我覺得呢種感動咧係最初心。其實你令我諗起一個人，邊個？謝霆鋒。係咩？因為謝霆鋒最近演唱會都好火啊嘛。係啊。咁然之後咧，因為其他歌手可能好多華麗嘅服飾嚇，但係佢係冇嘅，佢由始至終都係着住嗰件咁嘅 T 恤，亦都冇咩表演啊，亦都唔多嘢。俾人睇。係啊，我專登去香港睇。係咩？咁今次喺啟德，咁我係第一次去到香港，專登去睇演唱會。其實我唔係自己想去睇嘅，係因為我老公係佢個 fans，十幾年，唔止十幾年啦，20-30年老粉啦。但係從讀書時期已經係中意謝霆鋒，咁咧就去睇咗佢，咁我就有個咁嘅感覺，就係佢就係撇除咗所有啲華麗嘅服飾啊，就係為唱歌而唱歌，為演唱而演唱嗰種咯。咁同你啱講嘅嘢係好契合嘅，係好同一個心態，冇佢咁勁，但係我會努力做。我就係覺得你做咗好多嘢，你都係要唱翻歌，咁咪就主要就係唱歌，專注於唱歌。係咯，你頭先問我焦慮啊，我覺得做咗先，係做好自己能夠做嘅事先。係啦，我都係咁覺得。咁大家記住留意下龍婷小姐嘅新歌啦。多謝你，多謝，客氣。仲有11月8號音樂唐人館嘅演唱會，記得去睇啊！